江天宫白沙屯妈祖进香来到第2天，进入台中这个清水沙落的所在，超过11万名的信徒呢，这沿路一直对，今日1天下晡，妈祖的銮桥行向哩这个大路口停落来，大家咧想无的是，一个救护车为后壁通过，才知讲原来是要让这个救护车。另外，这銮桥佫冲入路边一间人家厝，佫伫咧洗衣裤啊，袂输是你束缚共款，互信徒是着惊佫欢喜。标了江天宫白沙屯妈祖进香第2天来到台中市，超过11万的信徒拢来对妈祖銮桥温宗。銮桥经过沙落区卫生椅路料相款，伫咧一间做衫公司头前停靠。我们今年终于等到了，讲的心声我们只是在我们心里面讲，没想到妈祖娘娘她听到了，所以她今年特别又停驾赐福。白沙屯妈祖上北调，大甲镇南宫董事长甘清票后生，真入位甘宽行，嘛对銮桥行一段路。你怎样要行呀？我就心情呀，哎啦，系啊，心情的。白沙屯妈祖銮桥有光叫人跟咧行，庙方就讲路线无固定，拢是神明的力量伫咧斗指引。12号黄昏时啊，銮桥雄雄停伫咧大路边，不管安怎卡落弄过，銮桥就是唔叮当。停了5分钟，这时阵听到救护车嗡嘤嗡嘤的声，大家才发觉原来妈祖銮桥停落来是为着要让救护车。妈祖銮桥若停驾公司便远，搁要去人邻家厝内，所有福运互人，互信徒真感动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